就会先离开，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分享之前，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让我们迎接2024年的年终，在最后的主日，我们要一起纪念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保守跟祝福都一直不离开我们。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聆听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我们怎么样确保确守神赐的恩典是从岁首到年终。这样的祝福是要赐给每一位愿意遵行主话语跟诫命的人。愿我们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得到启示，得到力量，让我们因为乐意遵行，我们的祝福也临到。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印象中才过新年，那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哈。我们的计划表一页一页一格一格，无论是手机或是我们的手册就一格一格，很快就过去了。以前呢，我们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会说日历一天失去一页哈。现在家里还有没有再失去一页的？真的那个很好用，就是撕到最后没有纸可以撕了就要换一本新的哈。时间呢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一起领受神怎么样在恩典中给我们在2024年，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个人，那我们要再一次重新来复习神怎么样赐福应许给以色列百姓。这样赐福是很具体的、很实际的、很明显的，但是神也有他的要求。这段经文里有提到，生命记是神在颁布十诫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刚好出埃及了，他们怀着一种期待或是兴奋的心，要进入迦南地。那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还有神给他们什么要求呢？我们也从这些话语里面得着神祝福的一个密码，或是一个他的原则哈。那第二段经文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位约翰长老，他怎么样来祝福他好朋友该犹。我们这些经文通过学习，在年终的时候再次经历神的恩典。神给犹太百姓一个应许之地的福泽，是在申命记11章所记载的。上帝在以色列百姓领受十诫以后，他也同时向百姓应许之地的福泽，就是说，我给你们这些要求，不是为了要满足我自己管理或是要求的这种心，或是那种欲望，而是因为这个是要给你们祝福的一个方向跟管道。神怎么样赐福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呢？第一个，他说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雨水的滋润。我们台湾人最习惯看到有山有水，雨水也充分，这是一个土地一个肥沃或是非常丰盛的一个象征。第二个祝福，他说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终都看顾这土地。年头的年终，那是表示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土地按照时节，按照这个运行四季都非常的顺畅。那说这是有神在看顾哦，不是他自己跑出来，神让四季运转非常的顺利。然后第三个，他说上主还要按时给你们春霖秋雨，使你们足够的五谷、新酒、橄榄油。那是一种丰盛的丰收。这些赏赐是在农业时代，或是说我们在初始开始会耕种的时代，神给我们一个富足的象征，有五谷，有新酒，有橄榄油。他说会有春霖秋雨，就像
筛断，神赐福这个土地，看顾这个土地，所以它的雨水是下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后面有很多漂亮的摆饰哈，是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摆下来的。那我们就跟设计的山林执事说，那么漂亮啊，祷告完就收来，太可惜了。刚好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就是进入丰盛，领受祝福。就像这样子，摆满了整个仓库都是五谷、新酒、橄榄油。那神给这样的祝福，是因为他的百姓顺从了他的诫命跟祝福。第4点，上主要供应牲畜的草料，百姓要得着饱足，衣食无缺衣食无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很普遍嘛，很自然嘛。其实你知道，我们台湾算是非常一个物产的丰盛的地点，因为无论是雨水，无论是我们的土地神给我们很丰盛。其实有一些土地，有些地方要耕作很不容易耶。有些是沙漠地带，有些是旷野，要能够足够的丰衣足食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当气候变迁，那就更糟糕。台湾虽然物产的丰盛，但是你知道，当气候有变迁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雨水太多或太少，就影响春天这些果树的开花还有后来的结果。太早也不行，太晚也不行，因为当在开花的时候，太多雨水会把那些花粉等于弄掉了，没有水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果树生长。我们的今年呢，很多台风，很多人很期待他们的水果能够丰收，能够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台风一来，整个果树，还有什么香蕉啦，还有那些木瓜啦，还有那个是释迦啦，都没办法收成，都变成肥料了。所以种植五谷、水果这些农夫，或是包括养殖渔业，那是很看重这个气候的，不是我们说今天寒流来了，我们就要多添一件衣服就解决了。那这些所有的丰盛，如果用我们今天生活上来讲，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所谓的农业的时代了，今天来讲，等于是说，神给你在工作上、你的职场方面你的事业方面你的各方面的供应很足够的。台湾看来，今年呢，我们的 GDP 很多人不看好竟然说，到年底的时候GDP 升高了好几个趴数呢。不过很多百姓可能不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我们只感受到物价很贵，对不对？是因为我们整体的 GDP 都被那些大企业赚的钱把它冲进去了，但一般的中小企业听说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世宝啦，还有我们的螺丝产业啦，很惨，因为被外国那个廉价倾销台湾的竞争力都受到影响。那这些变化都会看见产业的萧条丰盛都不一样。但神说，我要将这些恩典赐给你们，是很实际的，是生活上确实需要的。我们台湾大概很少人去经历到说，饥荒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昨天我在跟松年在分享说，有人写一段非常有趣的一段对照。他说50年前大家等着要1年才吃一块肉，很想要吃肉，但是50年后，现在的人是很怕吃肉，因为肉太多。所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啦。但是你知道，现在现在世界有很多地方，他们甚至是3餐都没办法饱足的，因为他们物资太缺乏了，物产没有办法足够供应。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看到这样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在年终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所以神提供了这些应许，但是他说你们要按照这样的
规矩来进行。神也宣告了这个恩典的条件，他说：“你们要谨慎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诫命，谨慎哦，还要遵行哦。我颁布给你们诫命，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意思说，你要敬畏神，你要跟随主的道路啊，你要研读神的话语，你要看见神给你的教训，你要用这样的去走。”他还提醒百姓说：“不要被诱惑而背离上主，而去祭拜服侍别的神明。被诱惑，换句话说，你会背离上主，不是你突然间心血来潮了，是因为有另外一种力量要拉你走，对不对？有诱惑嘛。那换句话说，好像这些别的神明有某种骗术，或是话术，或是一种魔性的力量引导你说：哎呀，上帝都没有应答我的祈求，那我倒不如来拜这个神明。今天呢，我们看见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台湾的诈骗真的是人家说诈骗的天堂。诈骗哪里有天堂啊？诈骗就是地狱嘛，对不对？那诈骗在台湾已经是变成人民的公敌了，但是还是一大堆人要诈骗。脸书一打开，哇，什么张忠谋要送你什么书啊？你小心，因为那个就要引你去诈骗你的个资，还有包括很多的群组邀请你来投资投资钱的时候你可以得好几倍连我们的那个明星啦、演员啦，还有教授啦，还包括医生啦，你不要以为我很聪明，我很厉害，不会被骗。我觉得不只是他的骗术厉害，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种神明，一种神明在引诱你，在诱惑你，因为你有贪念，你有贪念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当成神所以上帝老早就提醒以色列百姓了，不要被诱惑了，被诱惑背离了上主，因为你觉得去拜别的神明会得到的更多，你的赏赐会更多，没想到是进入一个罪恶的深渊、痛苦的深渊。所以神要求这些百姓说：你们要记住这些诫命，记住铭刻在心。铭刻在心，好像刻字一样刻在心里面，而且把这些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提醒你们。神同样，他在邀请这个约书亚，他很明确的提醒说：这律法师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你谨守遵行我口里一切的话，这书里面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必亨通，事事顺利。这是神给约书亚的要求。神也在这个地方给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提醒，不是念过了就好，不是随随便便的，是真真正正的把它铭刻在心，系在手上，戴在额头，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记录呢？达到这样的要求呢？直到今天有那些比较照传统犹太教教规的，他们还是这样装扮。你看这一张，这是一个以色列军人他的装扮，他穿的是军装，但是你看他的额头，他的头顶还戴了一个小皮帽，然后额头一个尖尖的那就是一个圣经的圣经盒。你看他的手上缠着一套一直缠着，这是他们的标准装备，因为他们要按照圣经的话，按照这样子1比1来把它呈现出来。那些缠的那些线不是我们今天那种什么刺青那一类的，它就是不是为了时髦，而是因为他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就是按照真正经文所写的这样子。不止如此他还看到他说要把这些诫命教导儿女，而且还要把它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不是放在身上，还要放在你大门跟门框，是让你
一进一出都看得见。这些诫命是时时际际要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有一个重点，我们在座很多当爸爸妈妈的哈，还有小朋友还在成长，他说你要把这些诫命教导儿女啦，是父母亲要当老师教导儿女，不是把这个责任拜托老师、学校的主日学老师啊，你一个礼拜我送你来1个半小时，你帮我教好，那是不可能的事。老师是来提醒、来复习、来验证，但是实际的教室是在你的家。我们台南中会在明年春天会邀请一位也是基督徒的教授叫刘淑慧老师，他是新竹的教育大学已经退休了，他现在专心在推动整个家庭圣经教育的一个大使他们明年会来我们台南来做一个宣导、一个分享听说东区会在后甲教会。他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你怎么样在你的家里面，就是成为你的圣经教室，你的家里面就是一个信仰最棒的教导的场所。所以，用这些诫命教导儿女是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是最长久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亡国2000多年。后来在1947还是48年才再复国，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是漂流在各地，他们是流亡在各地，在俄罗斯也有，现在的乌克兰很多犹太的后裔那更不用说在欧洲到处被排挤。但是很奇怪，当他们说要复国的时候，一大堆犹太人就集合起来，这很奇怪，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民族都消失掉了，根本只听到那个名称我们在上中国的历史，不是一大堆边疆民族吗？现在看不见了。虽然他们的后代还在，只是他不知道他是谁的后代。但是以色列百姓，所以会保留到今天，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强影响全世界的金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按照这些话语，要把这些诫命教导儿女，而且把它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他们就真的这样做。你现在到以色列去参观，每一个基督信仰犹太教的家庭都这样子。他有一个小小的经文盒，放在哪里呢？放在他们的大门上或是门框上面。这个小小的装饰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装饰嘛但其实他们用这样在提醒说，我们的神这样教导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做。你看这样的门就是放了一个他们已经做好的一种现成的一种圣经的卷轴的样本放在大门上面。神这样教导，他们就按照这样来做。感谢神，神给他们的指示或是宣告是非常明确的。这些经文后半段我们今天没有读到，是在后段，在26到28节，上帝这样很明确的宣告说：百姓若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就蒙祝福。很明显。然后不遵行，反而去祭拜不认识的神明，就受咒诅。祝福跟咒诅之间，上帝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爱神等于就是爱人嘛，爱上帝就是爱社区嘛，爱邻居嘛，爱邻舍嘛。我们的新的诫命这样子讲，神说这是我祝福的基本源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个岁首到年终，我们只要在年底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我期待在这几天，你们要过新年你有新的祭司手册啦，你有一些感言你写一下，到底2024年神给你什么样的恩典？其实遇到困难、挫折、失败也是恩典呢，因为神要给你新的祝福把它写下来，向神献上祝福，献上感恩。
所以，从岁首到年终的祝福是什么？你个人要自己写下来，在周报上也好，在你的手册上，或是你的记事簿里面，献上神感恩，然后跟神求新年的恩典。如果说从我们富强教会的一个这个单位来讲，牧师觉得有几项很值得感恩、献上感恩的事啦。第一点是，我们教会从年初到现在，每一样事工的运作都很顺利，真的要感谢很多很多的同工，我们的领袖，我们教会据估计大概有2/3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在服事里面。我们的事工团队、我们的小组、我们的长职，每一个人都兢兢业业、甘心乐意的献上侍奉，然后事工一个一个很顺利的完成。我们的门徒学校培育也很顺利，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参加这个课程，然后一起学习。牧师也鼓励我们，明年1月19号新一期的门徒学校就要开始了。我们期待富强人呢，每一位都是经历过最少是基础的门徒学校20个课程，我们来了解到底我成为基督徒，我要成为神的门徒，到底有什么样的装备？而且时间现在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觉得最理想不用大家跑来跑去的，就是在礼拜天的第一堂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门徒学校。你在第一堂大概9点的时候开始上到10点半，然后准备休息一下，就来参加第2堂礼拜。我们真的很期待说，在50喜年的完成的时候，我们所有富强人都已经上过整个门徒学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富强人的一个标准、一个装备或是一个本色本色。那这个就不关刚受洗的年轻的。是包括老基督徒都期待你来复习。我们有很多长辈我们很多资深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最近的每一年的门徒学校都上课，因为他觉得很像在上儿童这成人主日学一样。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幸福小组很顺利来完成了。我们刚刚在9月、10月、11月的时候我们常提到说有50-60场的小型的布道会。我们有20-30位弟兄姐妹来受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顺利完成。特别是最近，我们教会的读经跟抄经事工，还有背进去的事工，慢慢在验收了。我们的抄经这一次我们参加公报社抄了3本诗篇，一共150篇。很多弟兄姐妹。也没有特别有人强迫他们，就是大家觉得心甘乐意的，大家一起来。其中有个小组，比如说我们的3营小组，他们有10位弟兄姐妹，大家彼此鼓励，大家互相激励，说赶快写，时间快到了。这样的有10位都抄完了，而且送到公报社去参加抽奖这样子。全部35个，全公报社他收集的所有全台湾各地交出来的，一共只有60份，我们就删了35个。不是我们比人厉害，是因为我们在提醒的时候说，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奖项啦是为了让我们富强人有一个体质，就是很喜爱读圣经，我们喜欢抄圣经，我们喜欢背圣经，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展现，体质的展现。还有一个感恩的事情是，我们的志强长老，财务部长说，我们今年富强教会，我们的总经费可以达到2000万的目标。看起来就是一个数字嘛，我们在做生意的人也会碰到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是多么难得的数字，你知道吗？我们听到有一些同工在讲说，我们台南有一些教会，他们一年的总收入的经费才100多万，那我们富强教会1个月就达成了，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供应无缺了。其实我们也坦白说，我们富强人大多数上班族，对不对？
大家上班又没有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板在我们教会，有的教会他们一年度钱缺了他们教会有某一个大老板，他们就把说缺的我来供应，是用这种方式。但我们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遵守神的教导，努力的奉献。但是表示说，我们在生命上就得着恩典，所以你的奉献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2000万，我们在台南大概可以达到前3名了我们前3名。除了2间大的教会大型的教会以外，我们就是富强教会的整个经费的运用就很足够，特别是我们要迎接50禧年，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感恩的项目，因为神特别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迎接2025年49年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再加强，就是在50禧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开始的启动准备年了，很多事工计划的，我们一些名目都出来了。我们会在今年的明年的我们的会员合会会把手册印出，我们预计在50禧年所要做的一些庆典事工啦、造就事工啦、各样的产业的分享啦，那这些都是要所有的富强人一起参与，不是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参与者，所以期待我们富强人都愿意接受装备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做主敬兵的一个基础，要操练，要被培训。我们看看刚刚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做这样要做这样，可能有很多人误会说我信上帝，我来教会已经很累了，还要叫我做那么多有人会有这种想法，一种消极的想法，说我来给你做礼拜已经很好了。其实大家都误解了神这样的要求。我说神不是虐待狂，神不是一个平常没事干专门要来虐待别人，不是。我记得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去新兵训练，我们那个班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老是叫那操练这些新兵然后讲一句话说合理的训练是这个就是叫做什么？这个是操练不合理的训练就是磨练反正就是他有他的名目有的班长真的有点类似虐待狂，他就是要操到你就吐东西，他还不放松啦。但是神不是这个意思。你会发现说，你参加什么那些健身教练他会要求你做这些事，你会发现说他不是要虐待你，对不对？他是要操练你的肌肉啦你的动作要正确啦，是为了你达到那个训练的目标。我们看到一些教练，他要求他的运动员，他怎么做才能够速度更快、力量更大那个打球的方式更好，是因为我这样的磨练是为了你达到这样的成果。上帝就是像这样一个教练一样，说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恩典跟祝福，你按照我所做的这个轨道，你会达到一个丰盛跟恩典。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富强人都蒙受这个3重的祝福了。这是从约翰3书1章1到2节所来的。但是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每一个富强人要向上帝寻求恩典跟赐福的应许，是先确认你是蒙神恩典的儿女。神不会把无理的要求加在你身上，而是让你因为有神的儿女的身份，你要领受这样的祝福是顺理成章，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的恩典跟祝福的。所以在前几个月，牧师曾经用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说，一个得恩典跟祝福的思想。他这样说：盼望跟确信是从人的思想来的，你的观念来的，不是从环境而来。很多人是觉得有这个环境我才要信，但是神说你有这样的盼望跟确信，才是得恩典得祝福的。就像我们曾经喜欢读的这个经文说，
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从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的遵行神的话语，然后你后面的果效，就好像你这个轨道已经铺好了，你会很顺利达到终点。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只是渴慕天上的恩典，不只是渴慕天上神永生的祝福了。其实从圣经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强调，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一个按照神教导教训来行的人，他就在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就要得祝福，这样才是一个印证嘛，才是一个见证，说神是不亏待我们的，神是应许的神。所以我们确信上帝儿女是在地上就要过着丰盛和蒙福的生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他就这样子先宣告这样的祝福。什么祝福呢？他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他说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误会说，好像来教会只是求一个心灵的慰藉跟安慰哈，来教会就是跟一群好朋友大家聚一聚也蛮好的。其实那是附带的而已。其实真正的恩典是神要透过你的信心、你的盼望，达成你在世上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们千万有一种除去一种迷失了哈，要除一种迷失，就是以为宗教像马会一样在迷惑人的心，只有老年人才需要。反倒是相反，因为在座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就是在职场、在工作、在家庭最忙碌的时候，你更需要神的恩典，因为神要借由你的见证、你的遵守神的话语，赐下恩典跟福气，不是一种理智上或是一种思想上的麻醉而已。第二个，信仰不是神学概念，或是脑筋游戏抽象的名词，是真实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我们昨天我们的这个影音团队呢，大家一起聚餐来祝福了哈。我就听到杨宗和执事他在跟我旁边跟我讲说，牧师，我真的觉得哈，我们的长老教会在台湾150周年，160了。他真的看到历史上原先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他们可能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或是甚至罗汉卡甚至是没有工作的一群百姓，但是他们因为接受了福音，接受了教导，会鼓励孩子努力学习、读书，然后他的家族就被祝福。那就是我们160年来屡试不爽的神的恩典。其实你知道我们长老教会因为经历了160年了，在整个台湾的历史的演进上面，无论是清朝、日据时期，甚至到我们的国民政府时期，我们长老教会的百姓在台湾只占不到1%吧，但是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是因为神赐福了这一群敬虔的百姓跟他的子孙。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蒙上帝赐福的，他们就是在世上享受丰盛，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天上，而是在地现实现地要蒙受丰盛。我们从亚当、夏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人会误会说，好像教会里面不能讲丰盛，不能讲富裕，但圣经明明就这样讲啊！你难道信上帝所以我就越清苦，我就没有衣服穿，我没有东西吃，才算是好的信仰吗？就像印度那些苦行僧或在路边在讨饭吃，那才是好的信仰吗？神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神是要赐福给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亚伯兰才能影响他们那个世代嘛。
大卫才能影响那个时代嘛。所以我们一起在年初的时候，年终在迎接新年的时候，领受约翰这位长老对该有的3重祝福。我们说约翰3书其实就是这个约翰长老，是另外一个约翰不是四福音所讲的那个约翰，或者说耶稣的门徒，是这个约翰长老给该有的3样祝福。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祝你怎样，事事顺利。第二个是身体健康，正如你的什么灵性健全一样。”那这位约翰长老诚实的对他的好朋友这样的祝福，我也期待这样的祝福也临到我们每一位互相人。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年，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而且有一些前辈他们把这个3重的祝福衍生成一种行动跟祝福，叫做3步5祝福啦。3步是什么？我们要有行动才能蒙福嘛。所以他说是上帝的能力触摸人的生命的3个步骤。第一个是大有能力的祷告。等一下我们要一个医治的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要经历大有能力神的祝福。第二个，大有能力的关怀。我们知道幸福小组不只是你办了一个非常热情的活动，或是说我们邀请很多 base 的来享受好吃的好喝的，其实最大的关键是因为你的关怀。很多幸福小组的 base 他们感到说，我来教会就不一样，我是被尊荣的，我是被关怀的，我是被理解的。所以我们要有大能力的福音行动。期待这3步在每一位互相人身上，你都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然后5个祝福是我们从英文的 bless 里面所把它分支出来的就按照这个 bless 这5个字母，一个一个字把它拆开，那就是这5项祝福。我们在周报里面每一次都印出这5个祝福，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互相人都蒙这样的恩典，这是我们生命上最需要的。第一个 body 身体健壮，第二个 labor 就是工作跟事业的兴盛，第3个是 emotional 是心灵喜乐，第4个是我们的 social 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美善，再来最后一个是 spiritual 你灵命成熟健壮。约翰这位长老给该有的祝福，他是说好像用倒装句说我祝你这样的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正如你的灵命健康一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倒装句是说，因为你灵命健全，所以你的身体会健康，你的事业会顺利。这个是我们期待互相人每一位都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愿意读经，愿意祷告，愿意参加聚会，愿意参加门徒训练，这些就是我们整个灵命兴盛带来的祝福，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弟兄姐妹，期待我们的互相人都能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啦。各种方式，你挑选你最适合的方式。我们的读经表已经出来了，我们的金句表也出来了。明年要抄什么圣经，我们看看公报社有什么样的分享。要么我们自己也可以，因为我们的松联团契他们下午要举办一个抄箴言蒙福的感恩运动、感恩礼拜，因为他们有的姐妹、有的弟兄，他们就认真的抄箴言，一个一个写，一个一个写，最多有人抄30本不得了，因为他觉得越抄越觉得感受到神的恩典跟他同在。我们期待2025年从岁走到年终，我们的每一位互相人都蒙受这样的祝福跟恩典，前提是我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愿意走在神恩典的道路。所以在计划明年的施工的时候，不要你明年的行事历的时候，你会跟神说，神给我每一天一个固定的时间，跟神亲近的时间，因为这个是蒙福的一个密码，蒙福的一个基础。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无论是5楼、4楼，你愿意被祝福的，有身体的病痛，或是心灵上的需求，还有你的祷告祈求，我们就准备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同心要来做祷告。也请我们的代祷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预备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感谢你，
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一项一项经历神的祝福，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感恩。神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我们看见神已经把春林秋雨的祝福都已经预备好，愿我们一起经历，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我们勤读经、勤灵修、勤聚会，愿意接受装备，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事业、生活、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灵命也被神造就。神啊，愿这样的赐福在每一个富强的人身上，是一个基本，是一个神给我们恩典的记号。我们要为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做按手的祷告、服侍祷告，求你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祷告蒙神的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